呢段片咧就會介紹俾大家知，用 WordPress 網站完成咗之後咧，點樣去生成一篇文章，而呢啲文章做一啲設定同埋優化，導致到搜尋引擎咧容易啲去揾到你呢個文章嘅。好，第一步我哋就要創建一個文章先啦。好，新增文章。好，咁之後你會見到一個新增標題，呢個位置咧，其實你要用翻一啲重要嘅字詞喺個標題裏面啦。好，舉例啦，咁我做咗少少準備嘅。咁我個標題會用專業 WordPress 網頁設計及 SEO 服務啦，咁同埋個公司名稱啦。咁呢啲係一個核心嘅字詞嚟嘅。我希望呢篇文章裏面內容咧係介紹設計服務啦，同埋 SEO 服務咧，咁喺個標題都會落翻出嚟嘅。好，咁其次咧，呢個就係個內文啦。好，咁內文裏面咧有一啲位置叫做你見到一個標題二啦，即係簡稱叫 H2 啦。咁每篇嘅文章裏面咧都要出現呢啲 H2 嘅，即係個重點啦，係啦。咁之後有個 H2 下面嘅內容介紹啦。好，咁 SEO 有咩好處咧？咁多個重點都做翻咗 H2 嘅，咁撳翻一個 Enter 啦，係啦。咁下面介紹啦。好，到次標題咧，你可以用 H3。好，咁一個係比較好啲嘅架構嘅設置嘅啦，已經係。好，咁但係留意翻 H1 點解唔做嘅話咧？因為有好多時呢一個標題嘅話咧，預設咗已經為咗 H1 嘅啦，咁所以就唔需要再重複設定。因為有時一篇文章裡面理想嘅話咧，一個 H1 就足夠噶啦，咁其次用 H2 啊、H3 就可以嘅啦。好，咁你見到另一個部分咧，叫做永久連結，呢一個位置咧就唔好太長啦。咁一般嚟講，我哋會建議用個客戶咧用翻一啲英文去描述翻。咁例如可能係叫做WordPress 嘅 website 嘅 SEO service。咁留意翻，亦都要每個 space 位嘅話咧，咁都要有翻個橫線去隔一隔佢嘅，就唔好一串嘅英文寫晒落去啦。咁啊，相對地咧，搜尋引擎會容易啲收錄嘅。好，咁確定咗之後啦，咁另外一個位置啦，底下有一個叫做原描述 meta description 嘅，就係叫做文章嘅節錄。好，咁都係啦，相對地有翻啲原描述嘅話咧，有翻啲嘅重點嘅 keyword 喺裏面介紹翻啦，即係話呢篇文章裏面有咩重點嘅，而個字詞嘅位置都要落翻喺裏面咯。好，假設全部完成好晒之後咧，你用翻啲精選圖片啦，加翻啲圖像上去啦。好，咁例如呢度啦，咁亦都可以加翻啲圖片上去啦。因為每一個文章頁面裏面嘅話咧，都會有一啲嘅圖像去襯托翻咧，咁相對地容易啲會收錄，同埋個排名會好啲嘅。好，假設做好咗幾個步驟之後咧，你可以發布啦。好，發布完咗之後咧，咁就等翻去搜尋引擎收錄啦。咁另一個補充一個重要嘅位置啦。好，喺設定裏面嘅閱讀。咁有時一啲嘅網站係其他公司幫你建設嘅，甚至乎係前手去接手嘅。咁你要確保到呢一個位置設定裏面閱讀有一欄叫搜尋引擎可見到嘅，確保到呢個位置係冇被點擊嘅，係啦，即係冇選啦。因為當你選咗嘅話咧，佢就係話俾搜尋引擎聽，就呢個網站就唔好收錄嘅，所以一定要確保到呢個位置冇選項到嘅。好，咁大致上今日咧嘅內容就咁樣噶啦。咁就如果大家有咩疑問咧，都可以再聯絡翻我哋。